穩陣嘅，最緊要穩陣。我嚟嗰時都有新嘅，九啖九大魚都咗落雨，九大風，九大風，九大風，周大風，早晨，頭先係我哋呢種嘅。我爸爸。有埋時間啊，寫大字啊，40.3個字過去啦，有冇啊？佢一步不記啊，好啊，我哋啊，一字不字一個字啊。你要話翻佢聽咪，我今日暫時等住，因為咁得冇。呢個包啊，即係話俾我聽嗰度，可唔可以幫我移翻嗰個下邊嗰個目標包咧？移翻下邊啦，好穩啲啦。就係啊，睇唔到嘅。有啲咩要留意？唔係，我聽到有啲呼呼聲，我想對啊，本身嘅。山應該冇嘢，而家唔係都冇。山有你上邊出邊有米2號、3號米嘅，1號就冇嘅。1號冇嘅，1號冇嘅。咁樣。乜2、3號米嘅？呢個唔錯得。你本身個1號米嘅。我見到落咁嘅啦，10點半有嗰個寫條乜大字啊，寫1、2都全部攞慢慢行，慢慢行。3號係冇嘅。之前有好多可能都擺埋。我頭先嗌咗佢10點13就慢慢過咗㗎啦，寫幾多字？係。已經俾人喐咗喎，真係啲嘢。哦，都唔知啦，我啱啱將我翻嚟嗰度。俾人喐咗啲 setting 喎，真係玩嘢喎。有上門幫我。我打車出嚟啦，打咩啫？我呢度俾配就揾到，已經俾人喐曬啲 setting 係啦。我都俾人加你咧，點做？你咁多都有咁啊？咁咪擺喺度，擺喺度。你開咗咪睇得唔得先啦？
OK，啲冇聲開咗喎。有咪？有咩？最大聲啲有咩？OK，俾人搞改音佢咯。之前我一啲冇病都報啊，而家人都但越嚟講少啦。我今朝先發現，得唔得？冇啊，呢個1號、1、2號咩而家？你用邊隻咪就開，你唔開就咩隻開，因為沙聲㗎。得。你用邊隻咪？你而家唔係你1號咪定2號咪啊？唔得，唔可以同時開沙沙聲，要開一隻咪。你用2號咪？兩隻齊。係啊，得唔得？咪而家開一隻咪會沙，如果開2隻咪會沙。我刪咪。啊好，係我哋呢度都冇。而家可以唔咪？我係咁講，星期5試完。走下。好，check。之前冇得㗎，我可以但冇嘅，其他冇事。呢個係統琴。佢係咪有個？我先我買佢。我哋揚聲去電大讚嘅希望你去評閱啦。對你嘅信息最重睇嘅生命最正嘅生命。
好，各位領點會評我幫聖父、聖子、聖靈嘅名崇拜開始，叫我哋先一同恭讀。萬軍之耶和華說：不是依靠勢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靈方能成事。撒迦利亞書4章6節。我哋一同唱宣道同讚美詩第23節。各位低頭嘅我哋一齊同心禱告。係上帝，感謝你能夠讓我哋翻到嚟你嘅殿入面去敬拜讚美你，都將一切嘅時間交喺主你嘅手，求主可以打開眾天使嘅心，打開你嘅耳朵，可以去用心靈聽你嘅話語，可以去實踐你嘅真理，活出基督嘅樣式。主啊！今日可能天氣不穩定啦，都求主你祝福翻我哋嘅弟兄佢哋嘅腳數，讓佢哋可以平安翻到嚟。最近嘅天氣都好唔穩定啦，求主都
祝福大家可以有從你而嚟嘅平安，讓主去親自安慰佢哋弱小嘅心靈，讓佢哋都懂得去依靠你、仰望你。我哋咁樣禱告係奉靠主耶穌基督聖名而祈求。接住我哋一同用使徒信承認我哋嘅信仰一次。我信上帝全能一個創造天地嘅主，我信耶穌基督上帝的聖子，我們的主，因着聖靈成人，從童女瑪利亞所生，在並丟彼拉多所辦遇難，被釘在十字架上，死了作了，下到陰間，第三天從死裏復活，後升天，坐在無所不能的父上帝右邊。將來要從那裏降臨，審判活人死人。我信聖靈，一成基督教會，聖徒相通，罪得赦免，肉身復活，並且永生。阿門。請大家就坐。接着係喺呢段時間，我哋會一同誦讀詩篇第119篇。耶和華，我一心呼求你，我必謹守你的律例。我向你呼求，求你救我，我要遵守你的法度。天上微亮，我呼喊求救，我仰望你的話。我終夜嘅雙眼睜開，不要思想你的。求你按你的慈愛聽我的聲音，耶和華，求你照你的典章將我救活。追逐奸惡的人逼近了，他們遠離你的律法。耶和華，你就在我身邊，你一切的命令是確實的。我從你的法度早已知道，這法度是你永遠立定的。求你看顧我的苦難，搭救我，因我不忘記你的律法。求你為我的冤屈辯護，救贖我，照你的言語將我救活。救恩遠離惡人，因為他們不尋求你的律例。耶和華，你的憐憫本為大，求你照你的典章將我救活。迫害我的，抵擋我的甚多，我卻沒有偏離你的法度。我看見奸惡的人就憎惡，因為他們不遵守你的言語。你看我何等喜愛你的訓詞，耶和華，求你按你的慈愛將我救活。你話語的精髓是真實的，你一切公義的典章永遠長存。跟住係報告到啲事項，首先係居聯會嘅聯合報告。哈巴谷書2章14節寫到：認識耶和華榮耀的知識要充滿遍地，好像水充滿洋海一般，海洋一般。第一點，10月10至12一日嘅培靈會，求主賜福培靈會講員、大計中牧師、各師班同埋使徒者。第二點，10月9號至62日為基督教書節，願信徒學望純正嘅真理，積極參與培靈會同埋書節，使靈命成長。跟住係上水堂嘅報告事項，亞洲使用人員講員為邱家寶姊妹，主席為盧偉文弟兄，領詩為家麗姊妹，統籌為點名傳道，司徒為邱仲恩姊妹，司事為楊榮輝姊妹，邱恩為姊妹，司事為陳達雄弟兄。咁分為黃宇文姊妹。至於上點10點嘅崇拜，初小為 I.V. 弟兄同埋 I.V. 姊妹同埋郭志偉弟兄。上午10點兒童崇拜，中小為林清姊妹同埋曾麗芬姊妹。上午10點兒童崇拜，高小為有眾生弟兄同埋蔡文娟姊妹。第一點崇拜個溫馨提示，請各小朋友同埋兄姊最少提早15分鐘返嚟教會預備同埋安靜心靈敬拜聽道。第二點，宣道堂信徒造就證書課程第7期將會喺10月14號開辦，科目為五經概論，導師為陳淑娟牧師，上堂時間係逢星期二嘅晚上9點，總共有10堂。
即係以 Zoom 形式進行，歡迎各位兄姊有時間參與。兄姊需要實體版本嘅上堂資料，可以喺每個星期一嘅同工領取。教會將會喺11月2號主日舉辦大會一場。點為烏溪沙青年新村當日會喺青年新村嘅禮堂舉行，擺喺最後會安排同餐同弟兄姊妹一齊享用。收費如下：成人係100蚊，兒童12歲以下包括嬰兒同埋長者65歲或以上係為30蚊嘅。報名截止時間為10月10號。歡迎弟兄姊妹踴躍邀請新朋友一同參加。有意報名同查詢同教會一同聯絡並繳交費用。我哋點為咗維護教會日常運作安全同秩序，未經傳道或者牧者嘅同意，切勿擅自更改教會電腦嘅密碼，以免影響教會運作。敬請注意。第5點，本週各聚會時間如下，請兄姊自行參與。跟住係上水堂嘅代禱事項。第1點，中秋佳節之中來臨，求主親自去能在每一個家庭賜下和諧、喜樂同埋平安，都人與人嘅關係得以修復，彼此更加親密。我哋喺想與感恩，他可能嘅思想已經恩典和信實，將感恩化為行動。去祝福他人前世希望。第2點，為本港嘅學生同埋青年自殺個案大增加嘅禱告，求主幫助家長、老師、各界社工同埋輔導員嚟到敏鋭咁留意青年人嘅情緒，以免沉劇更難發生。亦都求主安慰嗰啲正處於黑暗中嘅年輕靈魂，佢哋可以感到你嘅慈愛同埋心嘅寶貴。請葉子起立，喺以上嘅事情再都係佢哋祝福祈禱。願主，中秋節即將來臨，求主都讓你親自臨在喺呢個佳節入邊，我哋一同在，讓我哋時刻謹記，我哋有呢一份嘅平安，可以有同屋企人相處嘅時刻，並唔係必然嘅。當我哋知道世界眾處都有呢個饑荒戰亂，可能即使有國家之間嘅戰爭仍然進行當中。讓我哋可以時刻謹記，我哋有呢份平安係嚟出乎你嘅恩典，亦都求主祝福社會上有需要嘅人士，明白到經濟不景氣啦，可能唔同嘅人都有佢哋嘅憂慮，有佢哋嘅難處，求主都讓佢哋喺呢個時候可以去有機會去認識你，去跟從你。可以得到從你而嚟嘅平安，我都相信主耶穌你一定會去親自去帶領佢哋，同埋幫助佢哋。我哋咁樣禱告係奉靠主耶穌基督聖名祈求。請兄姊就做，跟住係詩第一首詩歌係沉啦，喺詩篇46章5節入面話：神在其中，城必不動搖；到天一亮，神必幫助這城。最近颱風行，破咗好多紀錄啊！今日嘅颱風咁啦，咁已經係香港嘅應該第12個颱風啦，今年嘅係啦，咁求主都係呢啲嘅
我哋喺大自然入面，其實人真係好渺小㗎。可能我哋都會有好多憂慮啦。咁甚至出面可能除咗人之外，都會有一啲流離失所嘅動物啦。主都可以親自帶領我哋啦。明白到其實我可能今日咁啱交學，可能咁順利，其實並唔係因為可能就你係因為有神同我哋在相講。今次睇嚟都同樣是用呢首詩歌去讚美主耶穌，唔可以音響。曾經為報聲禱告，城不會下沉，城不知路遙，仍要高唱你偉大名字。別國城，別國邦，全都俯首稱臣。你是唯一，你是神。共在他粉碎這畫卷，殘缺有什麼可給予？求賜我勇敢。求賜我自信，一天永遠比困難多。曾經只相信自己，忘記對方先禱告。求賜我信心。求賜我安慰，我知你從無離開我。城不會下沉，城不知動搖，仍要高唱你偉大名字。別國城，別國邦，全都俯首稱臣。你是唯一，你是神，你是你。需要上主，唯有你會是拯救。你是神，配得稱讚，你是王，無可取替，我屈身於你面前敬拜你。不會下沉，城不知動搖。仍要高唱你偉大名字，別國城，別國邦，全都俯首稱臣。你是唯一，你是神，你是你。世界戰鬥，戰士也被你刺死，凡塵也為你擺上高高呼喊着最美，抬頭看見你榮美，仍學神你，城不會下沉，城不知動搖。要高唱你偉大名字，
你我死，你我活，全都不手之上。你是唯一，你是神，永不會下降，永不知道亂。仍要高唱你偉大名字，你我死，你我活，全都可想清神，你是唯一，你是神，你是你，你是你。你是你是你是你。咁第二首嘅詩歌就叫做唯有全基督啦。咁希望自己詩歌用到時常記住，主耶穌係為我哋釘十架而死嘅。咁呢時刻同記呢份嘅恩典。因為我在追討，天生關係，從出生即有邊有智慧，再沒有我不可得救是本福音，因着信求耶穌基督，我得稱為義，隨你我。再沒有別的神是可拯救，在我生命裏作王。隨你我，再沒有別的神可以這般愛我，為我死。唯有主基督在我患中最恩慈，為我死，流出寶血救前我，赦免我的過分。看主基督，連我來都寶座前無懼怕，站立於恩典裏，為了得耶穌。無人為，舊事已過，這一切都變成新的了。我若與基督同死，也必與基督同活。就是你我，這一切都變成新的了。耶穌基督在我裏活着，唯有主基督在我眼中最恩慈，令我死，流出寶血救贖我，赦免我的過犯。主基督而我愛都可阻止，無懼怕。站立於恩典裏，為要得耶穌，無人為。咁詩歌敬拜時啦，到呢度啦，接下嚟係正道嘅時間，將前嘅永遠能上演。有啊 ，OK， 我推算少少。OK， 弟兄姊妹平安。我哋聽信息之先啦，我哋一齊嚟。所以主感謝你喺一個颱風嘅天氣當中，你帶領住弟兄姊妹平安嘅翻到你嘅家中，去一同去敬拜你。求聖靈
進入我哋嘅內心裏面讓我哋去有智慧承載你嘅話語，讓我哋聽進去嘅唔係一啲知識，唔係一啲資訊，而係你生命又真又活嘅道，以致我哋生命被你去激勵改變。主，我哋將到孩子交過俾你，你使用孩子嘅口去宣講你嘅道，喺當中話有缺陷嘅，求你喺當中去補足。好過奉主耶穌基督得勝名字祈求。好，弟兄姊妹，今日咧，我想同大家分享嘅題目咧，叫做絕望中嘅盼望。係啊，我哋今日咧會睇耶利米書第29章1至到第14節。我喺 PowerPoint 會有晒所有嘅經文㗎啦，大家可以聖經，因為我會用和修本嘅經文嘅。好，今日咧頭先大家都睇到，但係我一張 PowerPoint 下一張，多謝。好，今日大家分享嘅信息係開頭會有啲沉重嘅一啲資訊大家記唔記得呢兩件事情兩件新聞喺7月嘅時候，喺荃灣嘅紅貓酒店發生咗一單悲劇一名男子同埋佢嘅妻子，仲有2個小朋友被發現喺呢間酒店房間裏面，同埋墮樓身亡嘅。警方就列為自殺案咁樣去處理啦。咁喺上個月喺角咀區油麻地嗰度，又有另一單嘅家庭慘劇發生喎。報道就係咩咧？報道就係話，因為個爸爸財困爭落好多錢，佢自己覺得好絕望，所以佢就覺得我要帶埋2個兒子一齊離開呢個世界。喺呢啲嘅慘劇當中，我哋你睇咗，我唔知你覺得點每一次呢啲報道出嚟，我哋都好點好惋惜㗎。點解社會又發生呢啲事？但係同時間，我哋好快又遺忘咗㗎。記得有一次喺周一嘅網上祈禱會裏面，我哋都為着社會上自殺嘅情況去禱告。下一張唔該。當我揾呢啲資料就係呢個係嗰次禱告會係禮拜一㗎嘛。我向前去揾1個禮拜呢啲自殺嘅新聞嘅時候，你發現咩嘢？原來每日都發生緊喺我哋呢個社會當中，每日都發生緊。直至到琴晚我話我要入嚟去分享呢篇信息啦，再嚟多張唔該。琴晚我再揾嘅時候我哋踏入咗10月幾多日啦？今日係5號除咗國慶嗰日我揾唔到之外，我應該感恩嘅。原來2、3、4號都發生緊，而3號好特別，有冇見到我 highlight 住1日裏面有3個生命，又因為唔同嘅原因，佢哋選擇咗輕生。我唔知你有冇留意呢啲新聞呢話係你會覺得咩每日都有人死㗎啦，係咪？每日都有人死㗎啦，每日都有人跳樓㗎啦。我哋係咪已經去到咁習以為常嘅境界咧？呢個好危險。其實我哋同呢啲消逝咗嘅生命一同係活緊喺呢個社會裏邊嘅。佢哋面對緊嘅困難，我哋有機會都面對緊嘅喎。我哋要問下，當我哋如果佢哋所面對嘅問題有一日落到喺我哋嘅身上，我哋嘅生活生命遇到呢啲問題嘅時候，我哋陷喺呢個黑暗當中，我哋作為基督徒，我哋會如何回應咧？喺今日嘅分享裏面，我會有3個好重點嘅，但係講到呢個生命嘅問題，我必須要插入一點好重要
唔該下一張。今日嘅經文裏面咧，有一節經文係一個好核心嘅經文嚟嘅，係耶利米書29章11節，我哋一齊讀啦。我知道我向你們所懷的意念是賜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災禍的意念，要叫你們末後有指望。這是耶和華說的。好，經文裏面提到咧，神嘅計劃喎，神有咩計劃㗎？喺我哋生命當中，有一個咩計劃？有一個咩心意啊？係賜平安嘅喎，係一個賜平安嘅意念喎。神話佢嘅意念係賜平安嘅，意味着佢唔希望我哋活喺一個惶恐不安，甚至絕望地做出任何毀滅生命嘅行為，包括咗自殺。聖經喺創世記開始就強調緊生命係寶貴嘅喎，我哋係按住神嘅形象所做嘅，而且上帝亦頒布咗一條命令嘅係咩啊？不可殺人啊！所以我哋可以確定係自殺唔單止係對自己一種傷害，而且更係對神形象嘅一個褻瀆。但係我呢度要講得清清楚楚啊！今日我剛才呢個詮釋並唔係想去責怪所有輕生咗嘅人，要搞清楚啊！剛才呢段説話係要對所有仍然在世嘅人一個。我哋生命係，我哋嘅生命係照着神嘅形象上進，而佢嘅命令係叫我哋愛惜呢個生命，保護呢個生命，而且佢更加有一個心意係點樣啊？係要我哋喺佢嘅創造裏面享受呢份平安啊！我哋喺香港呢個社會裏邊啊，其實喺今日呢個信息嘅，因為我哋如果睇翻呢個記錄喺2024年，其實一年裏面發生咗1130幾宗嘅自殺個案，當中以中年嘅男性比率係好高嘅啊！裏面係有咩原因咧？有個統計就話裏面包括咗係佢哋面對緊失業啦、財務壓力啦，好多人落喺呢個困難嘅狀況裏面，佢哋會覺得自己嘅生存再無意義，揾唔到盼望。但係耶利米書29章11節裏面嘅觀點，佢就係挑戰緊呢一個觀點，呢個人認為自己冇意義、再冇盼望呢個觀點。11節裏面話，神其實係有計劃㗎。今日即使我哋睇唔見咯，神嘅計劃，神喺我哋生命裏邊有一個賜平安嘅計劃㗎。我哋諗一諗約伯記嘅故事啊，約伯佢失去咗一切，佢嘅妻子點樣勸佢㗎？佢嘅妻子係勸佢棄掉神吧，死了吧，係咪啊？你咁慘啊，放棄啦，死咗佢啦！呢啲説話我哋會唔會講㗎？你諗下，當你好失望嘅時候，你個心有冇諗過放棄啦，算吧啦？或者你冇講出口，你好失望嘅時候，可能你有閃過但係約伯佢嘅堅持，佢堅持緊咩嘢？約伯話：我赤身出於母胎，也必赤身歸回。賞賜嘅係耶和華，收取嘅亦都係耶和華。耶和華嘅名係應當稱頌的。喺當一刻，約伯佢堅持咗一啲嘢，佢堅持咗耶和華係有主權嘅。佢必定會帶領啊！佢話我得到嘅係嚟自耶和華，我收取嘅都係因為耶和華。
正正因為約伯有咁嘅堅持，最終神係恢復咗佢嘅生命，證明咗患難並唔係我哋人生嘅終點，患難並唔係我哋人生嘅終點。珍惜生命意味住我哋承認生命係神俾我哋嘅禮物，就好似喺詩篇139篇13至14節咁樣講：我嘅肺腑係你所做嘅，我喺母腹中你便蔭庇我，我要稱謝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嘅作為奇妙，這是我心知道的。其實我哋每一個香港人我哋嘅生活都好忙碌我哋上班仲好忙碌，我哋嘅學生其實好掙扎嘅喎。如果你有嚟過呢度每日晏晝嗰個功課班嚟嘅，我哋啲學生有掙扎嘅，佢哋掙扎咩？係咪？有學生一入門口就話我唔想重課咁樣，係咪？咁就當然會被我哋逼迫啦，係咪？佢似乎做功課係佢嘅責任，但係我哋要反思一下，今日教育嘅目的係乜嘢？教育嘅目的係乜嘢？做功課攞分，定話讓佢學到知識分辨是非，用品格。其實我哋某程度上，我哋俾呢個世界推緊嘅，但係我哋縱然係俾呢個世界去推緊，或者我哋喺呢個世界喺工作喺繁忙嘅生活裏面掙扎緊，但係我哋唔好忘記，我哋都係神所創造，而呢個創造係奇妙可畏，我哋係上帝好奇妙嘅創造。當自殺嘅念頭臨到我哋嘅時候，嚟到我哋嘅時候，我哋要記住，神唔係要我哋滅亡嘅，我哋嘅創造，神唔係要我哋嘅滅亡，而係要我哋得着平安。呢個係佢嘅心。我哋翻嚟今日嘅經文，我哋先去了解一下，當時猶太人佢哋面對緊嘅處境喺呢段經文佢寫緊嘅時間，當時大約係公元前590年正正係巴比倫帝國大舉入侵猶大南國嘅時候佢哋巴比倫將當時嘅皇帝約雅斤、當時嘅貴族、祭司同埋精英擄到去巴比倫。呢一次係猶太人第一次大規模咁樣去被擄，耶路撒冷尚未被毀嘅喎但係被擄嘅人，佢哋已經係被逼遠離佢哋嘅家園，生活喺田荒當中。佢哋面臨好多嘅困境，喺經濟上，佢哋失去咗本身有嘅財富、有嘅財產佢哋被逼從事勞動嘅工作，去到人哋嗰度寄人籬下。喺文化上，佢哋要適應巴比倫嘅多神敬拜挑戰緊佢哋猶太嘅信仰。喺心理上，佢哋會感到被上帝遺棄，佢哋可能會懷疑上帝嘅公義。上帝喺邊啊？我哋唔係被你揀選嘅子民咩？點解我哋係要落得如此下場嚟？喺政治上佢哋需要喺忠於神同埋信服異邦嘅統治之間去掙扎。OK， 好。佢哋喺呢啲嘅困境裏面，不特止，佢哋仲面對緊假先知，好似嗰個哈拿尼亞嘅一個要面對佢呢一種嘅散播嘅謊言，我哋話係假嘅教導咁樣。呢個假先知佢哋聲稱係咩咧？好快佢哋就可以
歸回佢哋嘅自己嘅鄉下，翻去耶路撒冷嘅。呢個加劇咗佢哋嘅困惑同埋分裂嘅喎。我哋喺今日嘅香港，其實我哋同當時猶太人嘅處境都唔多唔少有啲共鳴嘅喎。喺經濟上，經濟好嘅時候，我哋面對咩啊？我哋係追唔到嘅樓價啦，係咪？但係喺經濟唔好嘅時候，你又驚咩啊？被裁員啦，係咪啊？喺旺角堂有好多弟兄姊妹嘅屋企人做地田嘅喎。佢哋呢半年都翻嚟，我哋分享個老公多咗時間唔夠公開，唔夠公開。原來經濟唔好嘅時候，佢哋又會感到壓力，甚至當我哋行過一條街嘅時候，嗱，喺火車站行落嚟教會嗰條路，你知有幾長㗎啦，係咪？能夠用2、3年前嚟啊，已經因為疫情停晒啦。之前好多藥房㗎嘛，而家最多係咩啊？吉鋪啊嘛，係咪啊？嗱，我哋都會發現成個上水湖晒㗎啦喎，係咪啊？空置嘅店鋪好多㗎喎。如果講翻幾年前疫情之後，你有冇留意過自己嘅心理質素有唔咗㗎？你嘅生活咗，你有冇發現？嗱，我自己就睇過自己喎。疫情之後咧，我從來可以話俾你聽，一次我都冇去過露營。我係一個好中意露營嘅人啦，我個月都會上山。但係疫情之後，我發現我自己我而家一屋都係嗰啲帳幕啊、營具啊擺晒喺度，我都問自己，我而家仲識唔識得用咧？我原來被困咗幾年之後，我話我仍然中意，但係我冇咗嗰種好渴望走出去嗰個心情。甚至我發現喺呢幾年，我要面對移民潮嘅底下，我成個人沉默咗。我唔想再同人講再見拜拜，因為好憂傷。我一個咁嘅中年肥佬尚且係咁樣嘅時候，你諗下，好多老人家佢哋面對移民潮，面對緊咩嘢？面對緊真係生離死別嘅喎，佢哋嘅兒女。最近我住喺條頸嶺，最近有一單新聞就係我隔離嗰條村彩明苑有個婆婆嗰條屍已經腐爛晒，係喺屋企，係咪？報道講出嚟就係咩咧？佢哋嘅子女移民咗3年冇聯絡過，冇人知，係原來對好多香港人嚟講，移民潮係咁呢一波嘅移民潮係好多老人家被留咗喺香港。呢個就係加劇咗好多自殺嘅個案發生。起碼我哋喺輔導中心裏面，我哋接到好多長者有情緒問題，係因為解唔開呢個鬱結。佢哋知道要祝福仔女兒孫去到一個更好嘅地方生活，但係佢默默承受咗一份嘅負擔。佢哋無處去宣泄。我哋香港就係陷咗喺一個咁樣嘅困境裏面，可能我哋自己都係一個絕望當中。究竟我哋點樣喺呢個異鄉活出我哋呢一份嘅信仰咧？不想以傳道你無啦啦講咩？我哋喺呢個異鄉裏面啊！係嘛？我講緊嘅係，我哋都係客旅，香港本身或者呢個地上並唔係我哋最終嘅一個回歸嘅去處。我哋要認定呢樣嘢，因為我哋嚟睇下
耶利米書29章1至14節點樣回應佢哋當時嘅困境，或者我哋可以借鑑今日我哋應該點樣喺當我哋遇到困境嘅時候，我哋應該點樣去活出呢一個信仰。今日我會將經文分開3部分咁樣去睇嘅。我哋先睇下第1至到第3節，我哋一齊嚟讀啦。準備起。耶利米先知從耶路撒冷被擄，以及祭司、先知和尼布甲尼撒從耶路撒冷擄到巴比倫去的眾百姓，這是在耶利哥尼亞王和太后、太監並猶大和耶路撒冷的領袖，以及工匠、鐵匠都離開耶路撒冷之後，他藉沙番的兒子以利亞撒和希勒家的兒子基瑪利的手鬆開。他們二人使猶大王西底家差往巴比倫去見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王的。經文開頭描述耶利米係點樣透過信差將信送到巴比倫嘅送去俾巴比倫嘅長老、祭司、先知同埋民眾嘅手裏面。呢個顯示緊神嘅話語係要臨到猶太人當中。頭先我話猶太人面對困境，可能佢哋會質疑上帝喺邊度，上帝嘅公義喺邊度。今日佢哋收到呢一封信嘅時候，其實代表緊上帝係冇放棄過佢哋嘅，冇遺忘佢哋嘅。而且佢哋已經唔係佢哋本身嘅敬拜中心啦，佢哋嘅敬拜中心喺邊度？耶路撒冷，係咪啊？今日佢哋已經被擄到巴比倫，雖然唔喺自己嘅敬拜中心，但係上帝嘅信息仍然臨到佢哋當中。呢個意味住上帝嘅主權係無處不在，佢從未放棄過佢嘅子民，即使佢哋喺個懲罰當中，佢嘅恩典仍然喺度。佢哋原來係被上帝懲罰緊嘅喎，佢哋被擄原來係被上帝懲罰緊嘅喎，唔好忘記呢樣嘢。有陣時我哋忘記一樣嘢，忘記咗一啲責任嘅問題，我哋落得好辛苦好嘅困境，究竟我哋自己有冇責任嘅咧？係咪？定話我哋好容易就對天就講，點解你要我咁樣？上帝傳道嘅成長都試過咁樣喎。以前我係如果聽過我見證嘅，我以前做過邊行㗎？人嗌出嚟下手呢個唔係工作嚟嘅，呢個係罪。好，以前咧我曾經我做過看更嘅喎。唔係而家嗰啲屋苑嗰啲叫咩啊？警衛、護衛或者物業管理部門咧，唔係，係看更。當時嘅時候叫做看更嘅，你看更即刻有個畫面出嚟㗎嘛，個形象有個叔出咗嚟㗎嘛，係咪？當時我20幾歲嘅，我做夜間係夜晚8點至朝頭早8點。夜闌人靜嘅時候，我要巡村，講緊係咩咧？冇人嘅條街，得你一個，係咪啊？你諗下20幾歲要做看更，你係咩心情？你會唔會哇正係嚟多？我當時都係咁樣，好似落難咁坐喺公園就對住個天就三字經啦。三字經嘅對象係上帝啦。而家講俾你聽，我會話俾你聽，我好慘。但係當我好記得當時好嬲佢，你仲要玩我玩到你滿意未？好不負責任㗎。其實你諗下，如果你
一早好好地讀書，你會唔會叫去到廿幾歲做康間啊？嗱，我唔係貶低康間醫學，我認認話俾你聽，康間醫學係好專業㗎，原來啊風火水電你要識㗎，啊所有發生咩事嘅時候，你會俾警察同埋消防快，你要即刻調到現場㗎，啊！當時我就係咁樣去賴上帝咯，係你咯。但係我就遺忘咗自己個責任。喺經文裏面，我哋睇到其實原來以色列人被擄，其實同佢哋對上帝不忠、唔聽上帝嘅警告好有關係，好有關係。佢哋落得如此下場，係佢哋自己有責任嘅喎。但係我哋話，你要求一個好失望，係咪絕境嘅人去檢討自己會唔會苛刻得滯啊？可能係㗎，但係你必須要提醒，你必須要提醒。我哋再落去到第4至到第9節，我哋一齊嚟讀下，準備起。信上說，萬軍之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就是我使他們從耶路撒冷被擄到巴比倫去的人如此說：你們要建造房屋，在其中要開墾田園，吃園中所出產的，要娶妻生兒養女，為你們的兒子娶妻，使你們的兒女嫁人。生兒養女，你們要在那裏生養眾多，不可減少。我使你們被擄到那城，你們要為那城求平安，為那城向耶和華祈求，因為那城得平安，你們也隨着得平安。好，經文裏面講咩啊？講咩啊？要以色列人做啲咩啊？被擄到巴比倫之後，要做咩啊？要建造房屋，住在其中，開墾田園，吃園中所出產嘅，又要生兒養女，為你嘅兒子娶妻，係咪啊？使你們嘅女兒嫁人，又生兒養女，數到第3代噶啦喎孫嚟嘅咯，作佢嘅兒女再生兒養女，你哋要住喺嗰度生養眾多，即係講緊咩？叫佢哋喺呢個地方落地生根。當時嘅以色列人最想咩啊？其實最想點啊？如果你俾你啦，你被擄到其他地方啦。你最想嘅係咩啊？快啲翻去啦，係咪啊？快啲翻屋企啦！哇！呢個上帝你又話眷顧我，你竟然整個咁樣嘅信息嚟，叫我喺度落地生根，好好咁樣起屋種田，生兒養女，搞乜啊？搞乜？其實當時嘅假教師，頭先我話有個假先知。佢都係咁樣講噶，喂，好快你哋就可以翻去噶啦，係咪啊？當你知道好快就可以翻去嘅時候，你會點樣啊？你又求緊上帝，我咪翹埋雙手喺度咯，等你救咯，係咪啊？翹埋雙手喺度，好快解決噶啦嘛，係咪？咁我做咁多嚟做乜啊？你諗下今日一個賭仔爭落大耳窿成8萬，係咪啊？佢個腦裏面，阿爸阿媽好快搞掂，求阿爸阿媽，係咪？好快搞掂。點不知個阿爸阿媽叫佢咩？喂，阿仔申請破產啦，或者做債務重組，好好同人講，每個月褪翻俾佢啊，褪10年，還得晒㗎啦！呢個債項。你估個仔想邊樣多啲咧？阿爸阿媽，不如你攞棺材本出嚟幫我填咗先啦，係咪？係咪多數咁樣啊？係啊。係，但係你估個仔
會唔會有下一次咧？會唔會有下一次咧？呢度好特別，上帝叫一班好想即刻翻屋企嘅被擄之民，叫佢喺度起屋種田生兒養女，而且我哋頭先一數到可以去到第3代，孫都要出現啦，要生養眾多。點解？點解？原來我哋發現去到孫都出現啦，起碼要幾多年啊？啊，20幾30年啦，係咪啊？原來我哋面對困難嘅時候，我哋好想有樣嘢係即刻搞掂，即刻搞掂咗個問題嘅，係咪啊？啊！但係呢個實唔實在咧？唔實在嘅喎，我哋好少很願意按部就班去面對問題嘅喎。面對緊一個咩問題咧？我哋喺困難裏面，猶太人喺困難裏面，佢哋要認定一樣嘢，喺個訊息話咩？我係萬軍之耶和華，係以色列嘅神啊！對呢班被擄嘅人講，你哋要重新聽我嘅吩咐，咁樣去做，依靠我咁樣去做，去做乜嘢啊？好好過你哋每一日，喺困難裏面好好過你哋嘅每一日，花時間去建立你哋嘅生活。我哋就係好想好快解決問題，但係我哋卻係失去咗我哋面對困難嘅能力。喺度，上帝吩咐以色列人要建造房屋，建造房屋要時間嘅，種地種到我哋可以食園裏嘅出產係要時間嘅，生兒養女教養佢長大係要時間嘅。原來我哋面對每一個問題，我哋其實係需要時間去面對、去學習、去解決。而當中我哋要認定，我哋要依靠上帝去過每一日，同埋面對呢個問題。我哋又有冇咁樣做咧？當我哋有問題嘅時候，我哋係揾緊一啲我哋認為好快捷有效嘅方法去面對嘅喎。喺神學嘅意義上高，其實上帝有一個計劃係超越咗人嘅期望嘅喎。如果我哋係以色列人咁，聽到上帝叫我哋又起屋又種田，其實可能我哋都呆咗嘅，靜晒。但係如果我哋上深一層，其實好多問題我哋係需要逐步去處理。其實我哋會發現上帝佢帶領我哋面對困難嘅計劃係我哋意料之外嘅。神亦呼召佢嘅子民喺困境當中活出呢個信仰，依靠佢成為當時嘅一個見證。唔好俾虛假嘅盼望蒙蔽。我哋再落去第10節至到第14節。好，我哋睇呢度，預備起。耶和華如此説：為巴比倫所定的70年滿了之後，我要眷顧你們，向你們實現我的恩言，使你們回歸此地。我知道我向你們所懷嘅意念是賜平安嘅意念，不是降災嘅意念，要叫你們末後有指望。這是耶和華說的。你們呼求我，向我祈求，我就應允你們。你們尋求我，若專心尋求我，就必尋見。我必被你們尋見，
也必使你們被擄的人歸回。這是耶和華說的。我必將你們從各國和我講你們到的各處召集你們來，又將你們帶回我使你們被擄離開的地方。這是耶和華說的。上帝宣布咗被擄將要持續幾耐啊？70年喎。呢個對猶大人嘅懲罰嚟講，呢個係好大嘅懲罰嚟嘅喎。但係佢又然後講第11節，我哋話核心嚟喎。佢話：我俾你呢個係一個賜平安嘅意念。如果你面對呢個經文，面對呢個信息，你會點樣咧？上帝話你要喺度70年，但係我話其實我要賜平安俾你，你會睇到啲咩啊？你會睇到啲咩？你睇唔睇到賜平安嘅意念啊？你面對呢70年我就嚟入5啦。我睇到70年，我究竟睇到賜平安定賜降災禍？你覺得？我睇唔到70年咯，我會認為，明唔明啊？我冇咁長命咯，即係我講緊咩？我會覺得我自己冇機會回歸。咁人會睇到係盼望定係平安咧？係定係災禍咧？喺當時嘅猶太人嚟講，我都冇機會翻去啦。上帝係咪啊？咁點樣話好似個標題咁樣喺神嘅應許當中有盼望？我哋會咁嘅喎。原來我哋睇到嗰個困難裏邊我哋好難睇到上帝嘅盼望嘅喎。但係喺呢度經文係不斷咁強調一樣嘢要我哋喺呢個困難裏邊，我哋要呼求佢向呢個上帝禱告，佢必然應允我哋嘅。佢好明白我哋見到呢個困難，我哋會灰心甚至死心嘅。但係佢叫我哋唔好定睛喺呢個困難裏邊，唔係70年主宰咗我哋，呢個懲罰唔係主宰我哋。佢要提醒我哋係咩啊？係第11節嗰核心嗰一節。我知道我向你們所懷嘅意念係賜平安嘅意念，唔係降災禍嘅意念。如果我哋淨係睇到70年嘅話，我哋唔會自然去有賜平安出現，肯定死緊，肯定放棄嘅，係咪？今日你叫個小朋友，你一定要考100分佢會唔會話阿媽你真係錫我啦咁樣？佢唔會啦，係咪？佢只係會話你真係逼我嘅啫，係咪啊？但係個問題，你有冇教導佢按部就班，好似頭先起屋種田咁樣，一步一步咁樣去攞呢啲分數，讓自己嘅知識增長咧？要時間嘅喎，得唔得？你有冇睇見？話俾我哋聽，喂，我同你一齊去學一齊去做我喺度，你所相信嘅媽媽喺度，你所相信嘅爸爸喺度，我陪你一齊上帝就係咁啦，佢要話俾你聽，我要你攞100分，其實係一份祝福嚟㗎。而呢份祝福係我同你一齊花時間去攞嘅，一齊去達成，走出你以為嘅困境。今日好多學童自殺，佢哋覺得學習壓力大，呢個世界過攞嘅辦法，但係佢睇唔到我點樣行到嗰一步。
有冇人去行我嘅路？佢哋睇唔睇到呢個喺呢個困境當中有一個應許，你係做得到嘅。你嘅創造係美好嘅，係做得到，而且你可以指靠唔單止要靠老師，你可以依靠上帝。上帝話你向我呼求，向我禱告，我就應允你。你哋尋求我，若專心尋求我，就必尋見。我必被你哋尋見。佢哋當時嘅以色列人話：我一定招聚翻你哋翻嚟。今日我哋又有冇對上帝有呢種信心咧？甚至我哋作為基督徒，我哋如果知道我哋嘅鄰舍、我哋身邊嘅親朋戚友陷喺一個困境裏面，究竟我哋有冇一個正確嘅觀念同佢哋分享？你面對嘅困境未必一時三刻可以解決得到，但係可以一步一步咁樣去面對，而且有人有上帝陪你去行，有上帝可以成為你嘅依靠咧。弟兄姊妹，又或者如果今日你自己落咗喺一個咁困難嘅處境裏面，我都希望今日呢一個經文能夠對你有一啲幫助，讓你睇得見呢個困難並唔係你嘅結局，並唔係路徑喺度。好嘛，祝福大家，將時間交翻俾主席。跟住係奉獻嘅時間。奉獻係要求對神愛嘅回應。如果對所有經典嘅原則嘅意義嘅奉獻有全部就可以一翻嚟講。
都歸耶穌，都歸耶穌，都歸耶穌我救主。請興致起立，我哋一同為獻金禱告。嘅主耶穌，感謝你讓我哋有賺取金錢嘅能力，感謝你賜我哋工作，主我哋有賺呢啲能力，求主你預立我哋所奉獻嘅呢啲微小嘅金錢用作去拓展呢個事工，讓更加多嘅人去認識你，去跟隨你。我哋咁樣禱告係奉靠主耶穌嘅聖名祈求。阿門。三分鐘。在星辰起步之星地，就為一切光榮無主。有慈與安福之本。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們日用的糧食，今日賜給我們，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兇惡。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你的，直到永遠。阿門。我哋會唱《宣道堂讚美詩》第97首嘅結束今日嘅崇拜。我哋會唱第6節。一大件事。應受基的聖優，主賜恩惠賜傳道，應禱告我恩怨，天上是同真理，我海波都不曾言，我曾因為被他受，有動作的神感謝。請坐。想請問今日係咪有第一次嚟嘅新朋友啊？歡迎你啊！今日你叫咩名啊？黃秋梅，係歡迎你啊！歡迎你，好開心嚇！第一次嚟嘅新朋友，咁有少少報告嘅。咁我想問下，知道上個禮拜有人漏咗把遮喺度，知道今日有冇嚟到？啲把遮，我陣間擺喺佢後邊嗰個台度。咁另外咧就係我哋長者銀樂咧就已經正式開始咗，我哋開始咗我哋個咁上個禮拜4已經有唱粵曲啦，同埋係有做禮拜5係有呢個粵曲嘅服飾嘅。咁跟住咧嚟緊下個禮拜1咧，我哋銀樂長者呢個活動咧係一個叫讀寫樂嘅咁嘅時間，咁係10點半至11點半嘅。咁我哋會讀下一啲字啊，寫下啲字啊，甚至係我哋預備咗筆墨嘅，我預備咗宣紙，咁可以即係想寫呢個毛筆字嘅，咁可以去做。然後咧，教會旅行頭先有報告過，俾我補充少少咧，就係9點鐘集合喺教會呢度集合，9點半出車，然之後8點到就會翻嚟啦，4點半就會回程，咁5點鬆啲就會可以翻到嚟噶啦。咁然之後咧就最後咧就係因為咧，聽日係咩節日啊？中秋節。係啦，我哋好感恩咧，就係琴日下晝有一個機構咧，
就即係送咗啲迷你月餅俾我哋，係啦。咁因為咧佢琴日下晝先送過嚟，咁所以我哋咧好短時間咧，我哋預備到好多嗰啲袋嘅，即係我哋想即係一袋去處俾大家。咁所以而家咧同埋我哋教會之前係預備咗啲茶色花柴上送俾大家過中秋嘅。咁所以而家咧我就想大家唔喐住。咁我就請阿雪同埋阿權就幫我先，我哋有啲袋裝嗰啲咧派咗先，裏邊係有3個迷你月餅，同埋係有呢個 mix 係阿燕唔使咯，謝謝，係啊 basic 坐低，係因為佢哋嚟咗。咁然後咧，我想問下咧係。即係琴日攞咗嗰啲可以唔攞嘅，咁可以攞齊嘅。另外咧就係、是、如果係要過去中心接小朋友嗰啲家長，可以過去中心嗰邊攞。有仲有個晒嗰度。哦，係啦，呢個問題好好啊，係啦。咁咧我哋去後邊啦，請佩欣啦，陣間我揾個錢記低佢啦。阿佩欣，你會唔會趕住走啊？講咁得。咁就阿佩欣企起身先，係啦，嗱呢個就係我哋嘅佩欣會，咁可以咧喺後邊係啦，寫低個名俾佢咁樣，咁然之後咧再交錢，我哋指嗰個人期係10月15日，係有120個嘅，咁可以開始派啦，係啦，我一路講你一路開始派啦。咁咧就講到頭先咧，就係話如果要過去中心嘅。如果要過去中心接小朋友放學嘅，可以過去中心嗰邊攞月餅。咁但係咧都可以攞一包。坐低先嚇，其他人盡量我哋唔好啲人接收。阿美係啦，阿美有啦，俾一包係幫阿美。如果係呢條 channel 如果可以咧，係啦。如果佢哋有禮物包嘅咧，就可以出啦，可以過去買。我哋其實我哋先啊。有冇嗰啲喺度？我睇下先。都係啲咪對喇叭嗰個。係啦，大少少嘅邊呢個我哋雖然咁我就請我嘅左手邊啦。呢個咧，我哋之前9號咧就唔使推咁高，但係都做得好高先至有聲，啲聲響啫。嗱，你教到低個聲停先。我哋每個人有3樣嘢。如果佢聲到，你咁樣開開。嗰插就係邊
好艱難嘅，我哋有個地，而家個實都好艱難。好快嚟飲茶，好快嚟飲茶。我麼？要唔該就識得音響，識得聽咪先，識聽就識三晒。十幾號間我已經在申請，買新米食。我哋用嗰條咧扯咗片。
成日轉嗰個畫面。好識啊！有軟件可以扯嗰種我試過，即係成日將我就扯咗落嚟之後，買個啦得咯。係啊，係啦，就打俾我得。Windows 得唔得？即係以前係啊。但係 download 呢個片我哋就擺喺桌面，但係佢將個片擺落去包裝，都成個插入去啊，好似插入圖片咁樣啫嘛。copy and paste 我可以我新嘅啲嘢包裝 paste。呢個就喂，呢個背板鎖匙抌喺最低嘅啫喎，我鎖翻先。喂，俾我鎖翻先，大哥。就走翻出嚟。但係我要呢個櫃點解我要擺翻啲詩歌？下個禮拜先啊！我要部機要更新Facebook 我要傾就要再同喺度啊！幫我 download 咗 Facebook， 我再幫佢。我同你用 Facebook 先啦，係下個禮拜先同我更新。我呢度擺起。我呢度擺詩歌先。哦，呢度擺詩歌好啦。攞得。好，唔該晒，好得。哦。詩歌你睇住啊，擺落先，即係行歌嚟。詩歌擺落啲。呢啲詩歌俾喂，仲有咩嘢啊？跟住我先講下先，應該做咩嘢？即係最大你開得耐，你先知啦。我把呢張凳多蚊九個半啊！而家，但係咪暗啲啊？呢個我清楚一次喎，嘅情況。好嘅，咁打新咗，機算就唔得緊。
俾佢走啦，我用邊個先咧？啲點心啊，你就嚟冇晒㗎啦，你要買翻可能有時間。即係咩嚟㗎呢度？即係師徒水喎。買師傅，唔係我以前就買音響嘅，後尾就換咗隻新嘢咯。換咗新嘢跟住再係我唔係有個接收啲物品，用到我三機，三個機識唔識？識唔識？我識我交波啦。拉晒啲音量落嚟先。係啊，熄電腦。刪咗電腦先啦，刪咗電腦先。買到，仲有位剩。上翻個識晒，我買翻咧，跟住上翻個網上。我升翻個講晒啦。喂，個網啊，你玩？我呢個未刪，呢個真係買翻添。你一下噏佢就自己上喺度。第三個我隻台。
所有啲師傅就咁擺晒落個櫃嗰度。喺邊啊？等陣呢度睇手啲嗰啲都係㗎。係啊，一個咪，我喺呢度，呢度喂，hashtag 熄咗啊個音響，要重新開過先得咯。呢個屋室嗰度有影咗嗰個㗎，逐個開嘛，呢度呢個開晒，喺將呢個喺前頭度開，最前嗰個開始，逐個開到尾咯。得啦，因為我喺嗰個 set 都聽到乜嘢。個後面車車喎。咁我而家我咁樣知咯，佢講下都唔記得啦，不如我識相信佢。專門都知啦，冇得話唔知啦。有冇想開？唔係，我到時做音樂先，因為我所以我到時再問。我想要問翻佢哋先。
佢係